韩国电影中的打斗戏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动作戏好看的韩剧其实也不少。细说小编今天就为大家带来10部超燃韩国动作电视剧，包括 DP 逃兵追击令 Healer、查姆坏家伙们、城市猎人、浪客行、一枝梅等。你看过几部呢？10大韩国动作剧。DP 逃兵追击令，豆瓣9点100享艺术大赏、青龙电视剧大赏。DP 逃兵追击令就是近年来的韩国动作高分电视剧，该剧改编自同名网络漫画，以追捕逃兵的军人为题材，讲述在军队里被逼到逃出军队的年轻人们的烦恼。该剧是丁海寅首次挑战动作戏，为了剧中的打斗桥段，丁海寅也特别事先在夏天时接受了3个月非常酷热的拳击训练，坚持不用替身。本剧在2022年获得了第58届百想艺术大赏电视部门最佳作品、韩国青龙电视奖最佳电视剧等多个奖项。而 Healer 豆瓣8.7 KBS 演技大赏男子人气奖。动作劲爆韩剧推荐中必有 Healer 这部名作。池昌旭在剧中扮演用最尖端智慧装备武装自己，有着野兽般直觉和非凡武术实力的22世纪未来型职业跑腿人。为了表现出帅气的武打戏，他一方面增强体力，一方面很认真地参加武打练习。精品的定位、错综的剧情，再加上精心布局的悬念和紧张刺激的场面，使这部剧成为了许多韩剧爱好者的最爱。三查姆豆瓣8.4 MBC 演技大赏最佳人气奖最优秀女演员奖。韩国动作电视剧排行中，查姆是少有的大女主作品，由何志远主演，讲述出身社会底层的才玉，自小精于武艺剑术，后为朝廷效力侦破案件与恶势力斗争。她一身精干的精装打扮，飞檐走壁，武功超群，快意恩仇。该剧播出即引起轰动，收视率一度保持在20%以上，而首播之后仅过42天，戏迷们就在查姆官方网站上贴出了超过100万篇的文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纪录。查姆被评论界誉为重新燃起观众对古装剧信心的诚意之作。四坏家伙们豆瓣8.3朴海镇代表作坏家伙们是韩国动作连续剧大全中少不了的名作。该剧讲述了一名重案刑警聚集一群犯下恶性犯罪的罪犯，试图利用这群危险分子以恶制恶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像买购小编一样，看到演员表中马东锡的名字，就感受到了本剧精彩的打斗戏。当年中国传播权已被优酷土豆以每集1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刷新了韩国有线电视台电视剧有史以来的最高价。值得一提的是，本剧分级列为19+5城市猎人，豆瓣8.2李敏镐的代表作。城市猎人是部好看的韩国动作剧，也是李敏镐的代表作之一。该剧改编自日本漫画家北条司的同名漫画，讲述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李润成进入韩国青瓦台国家信息情报办公室，借机寻找24年前秘密杀害亲生父亲的5位政府要员，实施复仇的故事。李敏镐在剧中90%的动作场面都是亲自上阵，为了更好诠释剧中角色，还特意学习了菲律宾的传统武术和柔道6浪客行。豆瓣8.1秒 BS 演技大赏男子最优秀演技赏。浪客行被很多人称为动作戏最好看的韩剧。该剧讲述了平凡生活的男人因民航客机失事而受牵连，卷入了揭露国家腐败案件的谍战故事。本剧在剧情转折与动作场景方面被评为超越美剧水准，还远赴摩洛哥、葡萄牙拍摄，且李生基与裴秀智事前还特别去武术训练学校上了2-3个月的课程。而单是前4集的枪战、追车爆破场景就出现了不下10次，甚至还有从屋顶一跃而下，跳到了敌方车顶等好莱坞式的动作场景。其一枝梅豆瓣8.6改编自漫画《侠盗一枝梅》，一枝梅是经典韩国动作剧排行中少不了的佳作。该剧改编自高玉荣的漫画《侠盗一枝梅》，讲述了朝鲜中期的侠盗一枝梅与当权者和腐朽的社会制度进行抗争的故事。剧中主人公一枝梅专门惩罚有钱有势、有武力的贪官，与当权者和腐朽的社会制度进行抗争，由此他也成为朝廷官员们最痛恨的罪犯，以及穷困百姓们的希望。然而无论百姓和朝廷官员都不知道他的真正来历。Iris 豆瓣8.1百享艺术大赏最佳电视剧奖。被称为韩国首部间谍剧的 Iris， 也是动作韩剧推荐中常见的经典。该剧由李秉宪、金泰熙、郑俊浩、金素妍、金成佑等当时韩国最当红的明星出演。剧中以国家安全局为背景，讲述了国家安全局要员和犯罪组织进行周旋，
斗争的故事。该剧多次于匈牙利、日本、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国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场景拍摄，制作周期更是长达1年多。所以剧中不仅可以看到情报人员的斗智斗勇，还有世界各地的美景，而且当年在韩国创下了39.9%的超高收视率。95法律是豆瓣7.8。韩国动作剧中经常能看到李准基的身影，而《无法律师》就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该剧以假想城市启程为背景，讲述了以法律和拳头为武器的律师奉上弼，为了复仇而孤身一人站在法庭之上，对抗权力，寻求正义的故事。李准基一直在努力学习巴西柔术，拍摄时他向武术导演建议，在动作戏中加入巴西柔术，导演爽快的答应。这部律师戏中加入了大量黑帮、权力斗争与武打动作戏，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使我的美丽新娘豆瓣7.7。我的美丽新娘中的男主角金都恒是特种部队出身，拥有非凡大脑和出色的运动神经的男人。这样的他唯一的爱就是尹珠英。唯一的美丽新娘在失踪后，平凡的银行职员金都恒的人生开始动摇，变成了寻找消失新娘的怪物。他的人生只有唯一的爱情，为了找回爱情，把自己所有黑暗的情况与势力正面角逐。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